多啲參與呢啲活動係好事啊，俾佢一個機會可以表現下自己啊，增加自己嘅信心啊，咁對年青人係應該多才多藝啲嘅。評判身份啦，就係點樣先可以令到你會即係俾高分啲佢哋咧？第一當然作為一個而家一個都已經係大家認同嘅偶像嘅比賽啦，咁個人嘅氣質啊，或者個人嘅表現啊，即係外形係好緊要。咁但係當然有實力係最佳嘅咯，能夠有才華係喺音樂啊或者跳舞啊多方面嘅，而家大家都需要。大家都知道我對挑選歌係好嚴格嘅。如果我真係突然間遇到第一次，即係我未聽過。如果我遇到一個唱歌好有特色、好有自己 character 嘅咧，咁我就會驚人發現㗎啦。咁但係我唔知啊，我冇咁嘅要求。但係如果俾到一個驚喜，我係非常之好啦。咁至於其他有啲乜嘢佢可以令我捉到我嘅 attention 咧，咁就睇佢哋嘅表現啦。有冇話有少少想睇下今日有冇啲有潛質嘅，第時你會發掘下佢哋咁樣？大家都知道我一路都係最中意係培養新人，即係我絕對俾機會新人。咁睇下大家緣分啦，可唔可以即係今次有機會可以接觸到？依家有冇話即係睇睇佢哋個有啲相睇下先啦？有冇留意下佢哋邊個你有心水？Face 雜誌嘅即係報道我都有留意睇到嘅。咁最重要都係要喺個人真人嗰個面對嘅表現，然之後先可以決定到。好啊好啊，thank you晒你啊，拜拜。